每位餐廳酒樓老闆都希望樓面日日旺場排長龍，但唔夠廚師上場，又或者大家都做到冇晒力，咁老闆就真係得個想字。Talbot 炒餸機械人絕對可以幫你應付廚房繁忙時段，提升效率，廚師減少體力勞動，工作更輕鬆更健康，節省時間。只需將食材放進炒餸機械人，就可自動翻炒，更可用手機調節。高達300度高溫爆炒，帶出中式鑊氣，味道正宗。佢有智能火候控制，每碟菜質素穩定一致，調味精準，操作簡單。氮化鐵鍋堅固耐用防鏽，高壓水槍自動清潔，油污容易去除。自動熱油養鍋，令鍋面歷久常新。Talbot 炒餸機械人有 G2、G3、G5 款型號，容量由 1.5 公斤、4公斤到26公斤，適合茶餐廳、快餐店同酒家。佢就好似一部美國打印機，精準控制火候同味道。佢只需用電，而且佔地少，安裝簡單。想提升廚房效率，立即聯絡我們了解更多。